伫咧台南有一对翁仔某，对112年开始实行甲废弃物车去气温农地，甚至是供电场预定地乱倒，拢总有23搭。这总面积有4个卡球场遐尼大，乌心钱赚2800多万。检方表示讲，除了主嫌以外，因也有去交给这营建的包商、地主、司机等等，拢总102人，拢按照废清法来甲起诉。怪手一卡画，画无偌深，就随看到头屯伫咧土地建筑废弃物，庄仔态度更调大项有。台南地检署自102年开始调查大规模的偷盗建筑废土案件，拢总开2年的时间，伫台南的新市、仁德、七股等地区，拢总23大农地、渔温甲供电场预定地，查到非法偷盗建筑废土。检方表示，荒偷盗的面积大约有40个卡球场大，专门载废土细块的翁仔某是主嫌，甲包商、地主、沙石车怪手司机斗空，甲废土载去土尾偷吞，不法所得有2800多万。违反废弃物清理法、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废弃物，以及非法清除处理废弃物等罪嫌，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。这个案若涉案的人数有102人，各有27间公司嘛牵涉在内，拢个检方按照废清法起诉罚钱。包括台南这件在内，内政部为了要阻止偷盗废土的代志发生，对2023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，各行政单位联手，拢总查到101案，犯罪所得46亿外，刑责罚款有2930万。不过有环保团体认为，花了伤轻，掠个较济嘛无较抓，爱对管理制度做起。建筑土石荒的处理厂，然后到运送的卡车必须有 GPS， 然后要有表单然后要一贯性的连接到它去做回填的厂址，都要被有效的监督。这个案件嘛，牵涉到一位前派出所所长，以涉漏消息和车废土的司机，帮助因闪避处理，和法院判刑6个月，缓刑2年。检方表示，台南这渔温甲农地因为封屯无处理过的废土已经受到污染，业者赚这款恶心钱所造成环境的危害，真正是不可取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如、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。